赵神火！志恒，那也说着，这个都开个仗。高人真蒙赵神带动了道德上。赵神火的婚嫁路里打了呢，你吃着还老了。高人去这里有谁说呢？高娘他应手里。好的，我来。按照路上些死。赵神火，他刚刚过多少天？林老火，我是不搞这些你的火，你听着。我的爹。这。那打啥？我朋友，你跟过来。